各位聽眾，大家好，我係主播林思齊，歡迎大家返到嚟世界時事粵語解讀。今日想同大家講下呢幾年港人返內地買樓究竟輸得有幾慘呢件事。以前大家聽過無數次呢句廣告，同一嚿錢，香港買個廁所，但返內地可以買到豪宅。當年聽落真係好吸引。當時高鐵港珠澳大橋啱啱開通，所有人忽然之間都好有遠見，成班人一窩蜂衝上去置業，成個大灣區概念炒到熱辣辣，大家都以為自己捉住時代紅利，點知呢個根本唔係咩發達大計，而係一場噩夢。當年700萬買入嘅高尚住宅，依家分分鐘變300萬，足足跌咗400萬，呢個絕對唔係講笑。當年嘅黃金坑，今日變成萬人坑。回想當初，大家點樣一步步入局呢？就係因為貪平，加上資訊不對稱，香港樓價太貴，大家買樓買到好大壓力。一見到內地幾十萬、幾百萬有交易，仲要有私人會所，有大花園，即刻雙眼發光。地產經紀最叻睇穿港人心理，免費睇樓團，請你食海鮮，坐旅遊巴。成班人一齊營造瘋狂搶購嘅氣氛，地產經紀用喇叭狂嗌：今日唔買，聽日即刻起價，你個心當場跳得好快。當時電視台肥媽，各大明星爭住上去拍廣告，你信晒大品牌，你以為自己係李嘉誠，結果呢，配套永遠在規劃中。買樓時畫餅話有高鐵站，5年過去，嗰度仲係一片荒地，連間便利店都冇。最毒辣嘅係售後反租騙局，包裝到好似穩賺不賠，承諾每年有8厘高額回報。其實經紀同發展商一早將樓價抬高，前幾年發俾你嘅所謂租金，根本就係你買樓自己出嘅錢。3年過後，營運公司宣稱倒閉，直接走佬，你收唔到租，層樓又賣唔出。港人過去30年習慣咗買樓必賺嘅香港定律，以為全世界樓市都一樣，盲目跟風，最後自己送上門，做咗最肥美嘅韭菜。而且好多人根本冇去現場睇過周邊配套。經紀話發展潛力無限，你就覺得一定會起商業城。內地發展商最擅長做樣板房，富麗堂皇，燈光美，氣氛佳。你睇到心花怒放，以為執到寶，合約密密麻麻幾十頁，全簡體字。你根本冇仔細睇過，字就咁簽咗，首期就咁倒咗落海，到頭來發現你買嘅唔係核心區，你買嘅係一個連當地人聽都未聽過嘅偏遠大西北屋苑。呢種資訊差令到唔少香港人走入火海。當時嘅社交媒體全部都係唱好嘅聲音，話再唔買就一世冇機會。集體瘋狂，群體盲從，每個人都驚落後，呢種經濟學上嘅恐慌心理被發展商利用到極致。你以為自己買緊未來，其實你只係幫發展商接緊火棒，幫佢哋還債。點解內地樓價可以跌得咁有毀滅性呢？因為內地樓市同香港有本質上嘅唔同，大家一直用香港邏輯去買內地嘅資產，呢個就係最大嘅戰略錯誤。第一大硬傷叫做二手房流動性陷阱。喺香港，二手樓好有市場，只要你肯減價，一定有人接。但係內地完全唔同，內地土地供應無限，新盤源源不絕。當地人有個傳統觀念，買新唔買舊。二手樓喺內地市場基本上係冇人要，地產經紀網上面顯示嘅價格全部都係自欺欺人，叫價500萬，真正放盤減到300萬都冇人睇。有價冇市，你賬面上以為自己仲有資產，實際上佢只係一堆你帶唔走嘅磚頭，你仲要每個月硬俾管理費，不停流血。第二大硬傷更致命，爛尾樓風險。香港有預售樓花同意方案，對發展商監管好嚴，但內地實行期房制度，監管資金經常被非法挪用。前幾年政府推出3道紅線政策，發展商融資斷裂。恒大、碧桂園一間接一間爆雷，無數港人買咗期房，最後變成停工爛尾樓，層樓未起好，你住唔到，但銀行房貸你每個月照樣要供，你唔供款，銀行即刻告你，你欲哭無淚。
內地嘅樓市容量太大，新區一個接一個，今日嘅核心，聽日就可能被新規劃取代。港人最缺乏呢種空間概念，總以為買喺市政府附近就穩陣，結果市政府幾年後搬遷，新區變舊區，舊區變棄區，呢種現象喺內地屢見不鮮。你以為買到地王，其實只係買到一塊被拋棄嘅試驗田。樓價蒸發並非偶然，加上內地二手市場缺乏成熟嘅經紀制度，買賣雙方信任度極低，交易流程繁複，稅費又高，政策一日一變，今日限購，聽日限售，你想套現離場，政策大閘一關，你連門口都見唔到，最後活生生被困死喺入面，睇住自己資產縮水，化為烏有。如果純粹資產貶值，咬緊牙關，或者仲可以捱過去。最驚嘅係裁員風暴殺到，你連份工都保唔住。近年經濟放緩，中港兩地有好多裁員潮，好多人步入中年，不幸被公司開除、失業、收入斷絕。當初買樓嘅時候，大家都太樂觀，將槓桿開到最大，以為自己可以一世都拎住高薪，完全冇預留2-3年嘅供款應急金。一旦失業，問題即刻浮現。內地房貸利率本嚟就比香港高，每個月幾萬蚊嘅供款就即刻變成催命符。好多港人以為大不了我唔供，由得銀行收樓咯。用香港思維去應對內地問題，呢個係最致命嘅誤解。喺香港，銀主盤拍賣之後，如果資不抵債，銀行好少會無休止咁逼死你。但喺內地，房貸係個人無限責任。你斷供，銀行會向法院申請查封層樓，然後將層樓進行法拍，即係強制拍賣。拍賣價通常低得離譜，原本值700萬，可能100萬就賤賣咗。法拍完，拍賣所得嘅錢優先扣除法院費、律師費、利息，剩低嘅錢根本唔夠填你爭銀行嘅本金。剩低嘅差額，內地銀行會繼續向你追討一世，你走唔甩。法院會將你列入失信被執行人黑名單，即係俗稱嘅老賴。呢個身份一跟住你喺內地嘅生活基本宣告玩完。首先，你喺內地嘅所有銀行賬戶即時被凍結，入面1分1毫你都拎唔到用。其次，你嘅微信支付、支付寶全線停用。喺內地冇咗電子支付，你連買條菜都成問題。再者，你唔可以坐高鐵一等座，你唔可以坐飛機，你唔可以住星級酒店，你冇得高消費，你嘅個人信用徹底玩完。最恐怖嘅係呢種信用懲罰會連累埋家人。你嘅仔女將來想喺內地讀好嘅學校或者考公務員，政審嗰關直接被拉落嚟，因為你老豆係老賴，你以為只係自己輸咗層樓，其實你係用緊全家嘅未來去賭。呢個就係盲目高槓桿嘅終極代價。失業只係導火線，斷供先至係真正將你推入萬劫不復深淵嘅推手。而且內地催收債務嘅速度同力度遠超你想象，法院嘅雷霆手段會令你每日活喺恐懼之中，日日失眠，精神崩潰。各位，房地產暴富嘅神話已經徹底終結。過去30年嘅經驗唔可以再套用落未來，宏大嘅政策概念聽下就好，千祈唔好用自己副身家去賭。大灣區發展可能好好，但唔代表每棟樓都會升值。如果你仲未入市，恭喜你，請你記住現金為王。今日寧願揸住現金租樓住，做個快樂嘅租客，都唔好盲目孭條幾百萬嘅數，將自己條頸套入枷鎖入面，無債一身輕。如果你已經入咗局，正經歷緊虧損，請你保持冷靜，好好審視自己嘅財務狀況，有需要時果斷割肉止蝕，輸少當贏。當下嘅香港，保住自己份工先至係最重要，留得青山在，哪怕冇柴燒，千祈唔好覺得認輸好醜。喺呢個大時代下，能夠全身而退已經係英雄。未來嘅日子充滿不確定性。我哋需要嘅係流動資金，而唔係綁死喺鋼筋水泥入面嘅虛幻富貴。今日條片嚟到尾聲，
如果今日你手頭上有50萬，你會選擇北上低價買間屋，定係原封不動留喺香港收息，甚至將現金留低傍身呢？歡迎喺下面留言，分享你哋嘅睇法。今日嘅分享嚟到呢度，希望大家喺呢個風高浪急嘅時代，行每一步都清醒理性。喺度多謝大家嘅收睇，我係主播林思齊，我哋下期世界時事粵語解讀再見。